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南投中寮有一间心灵小学，把这个中昼顿当作是一门必修课。为设计菜单、找食材、算热量，到甲这个饭菜烹就道，拢是由全校52个学生来负责的。低年级的洗菜，中年级的切菜，高年级的煮菜。啊，这个食饭时间，学生囡仔就亲像一家伙啊，大家坐圆桌。 食家己亲手所煮的中昼顿，而且一定要甲饭菜甲食到空。透过学校的中昼顿，除了互囡仔学独立、学生活技能，嘛对培养囡仔的品格有真大的帮助。有点抖，我的字还好啦。好啊，婶子在这边。哦 ，yes， 好，慢慢来。 伫店内面啊，竹笋这场室外教学，也是中昼顿对倒位来，因找食材所在伫大自然内面，某一部分是学校。这农村生活拢是课程一部分，教室会使伫野外，会使伫图书馆，会使伫电脑前，连国语课、自然课嘛，拢总结合伫拜一这节菜单的设计课内面。山药、花头、豆干。 豆干，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去卫生所。每礼拜囡仔会将规礼拜菜单开出来，总共4菜1汤，真紧，第一组菜单就出来啊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那我拿去。其实囡仔拄入来学校，听到家己会使开菜单，头一个反应拢是安尼。还有大鱼虾，还有大干贝啊。这些有办法开吗？有办法。 大家拢想到梦幻的菜单，淹过回到现实，热量爱伫教育部定的650到850之间，爱考虑到对环境影响，避免进口食材，预算袂使超过一个人60块。囡仔就开始想，什么是潮时当地食材俗佮好食。我们设计了糖醋里脊、三号排骨汤、客家小炒、马铃薯沙拉、蒜头菠菜。 这些你们都做得出来吗？可以。每一组拢是分量制，由小组长带中级年级计算热量，加对环境影响，除了爱好好啊算找资料做规划，设计菜单，爱我学生互相会使接受。他很爱吃苦瓜，他不都一样？我最讨厌的就苦瓜了。所以你开苦瓜菜单吗？12点45分，料理小组入到灶卡，由低年级洗菜。怎么样才会干净？老师请用那个拿一小把在水里面冲。老师检查有清气以后 ，OK。送入灶卡的菜由中年级负责切，这嘛是家长上烦恼的时阵。那有师长在旁边辅导，当然会尽量降低这个危险性。可是你不可能因为了要保护他就不让他去学习，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。 灶卡有刀有火，囡仔拢爱真专心，尤其是做总铺师，更加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文艺为国小3年啊，主教国三，真侪总铺师手艺拢是伊教的。就是翻就对了，不要犹豫，翻就对了。有学起来吗？有。黄兆祥来学校已经1年半，半年前升总铺师，不过有时意外的失败。对，那你回家。飞走一小块。 哦，这是成功了吗？成功。给自己打几分？这次大概有9分。像大家庭同款，全校坐圆桌啊食饭。马铃薯，你是我的甜心。蛋节目，每一个都很好吃啊。 你觉得呢？今天是你有做哦。自己做最好吃。他们的同理心会相对的提升很高，因为这是我们同一组煮出来的菜，你就不能说这是谁煮的好难吃，然后去到处批评人家，就不会。食饭这件代志，以后拢唔是学生课程，却是人生上重要的代志。你自己的游戏规则了解了，然后你自己会去遵守。 然后会尊重自己，尊重他人，我觉得这是在品格教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。这
场好滋味的实验，无限制，嘛无包厢的竞争，无利益的关系。每一出菜有感恩、有尊重、同理心加自信心，是滋养一世人的营养素。